65岁以上的长辈来自第4剂莫德纳，结果人潮是大爆满，真侪阿公阿嬷伫个大日头下排队是拍日拍到差一点昏倒。市长罗秀燕赶紧来道歉。今仔日注射第2天，学着驾驶咯，改发号码牌啊，互阿公阿嬷会当去美良。但是也是有老大人咧嫌，讲等伤久咯。 交通嘛无真顺，人甲车咧抢路。区公所讲，已经过来打17个病啊，互长辈听下来休困，嘛会搁甲警方配合，甲这个交通甲处理好较顺势咧。 马附近规拢是人，甲每一个出入口拢挡掉咧。注意用车吼，来遮摕号码牌啊吼！工作人员直直破壁爱时大队动线行，有遮尼侪人的所在是台中市南区永兴宫的快打站，广场拢是要来做第4剂时大。不过天气实在伤热，因敢会当先伫较凉的所在等。我8点多来啊，我惊啊啦！我还没有9点就来了，想都不想打了，这样人家追着我，都是马路呢。昨天有听到，快要晕倒了。然后今天来的状况，觉得还好，都有椅子可以坐，还有那个步旁。 但要注意的是，大讲第4剂对昨开始做以来，今仔日的动线有加较好，因为该用发号码牌的方式，唔免伫日头卡排队。不过受时代实在伤久。来搭棚，搭了1个棚，然后又加了2组的医护人员和行政人员哈，然后来服务我们的长辈哈。 区公所回应，已经加搭17个布棚，互时大会当休困。另外，有关人甲车抢路的问题，会搁甲警方配合进行交通指引。另外，有关全台中市符合资格注疫苗时大，市府讲总共有17万人，到昨为止已经有63012个人注疫苗，阁有真侪时大爱注疫苗，卖赶紧来调整快打站的动线，互时大会当方便阁紧顺利注到疫苗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